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绕境，今仔日第6天，妈祖的銮轿回程来到彰化县，天气真热，绕境的民众是惊到规身躯的冻干，有善心的人士用卡车载来着300粒的西瓜，分享给信众来挤喙焦。啊，嘛有民众设迄个喷雾的水枪，要互经过信众较凉爽咧。现场有幼稚园的小朋友人龙人狮迎接着妈祖，真高水。也有来自台北北里的玻璃娃娃团体，大约40个人，特别来向妈祖来祈福。啊，这妈祖的銮轿阴暗的主驾里的彰化宝岛的电安宫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